82勾玉一个的指南车礼盒，到底划不划算？我们来抽一下，100次才保底，脸黑的话要多花3000勾玉。队里全是一发几发就出的，实在是受不了了。10发白给，换到我开神兽的地方开，这里有主城龙气加持。最后一个出了，刚好是50个，4100勾玉，赚了1000勾玉，直接孵化掉。